活，捉緊澳門生活脈搏，體貼你生活。直擊社區動態，一起參與不同話題，傾聽澳門人嘅心聲。穿梭各階層，拉近你我距離，一起分享品味生活。澳視生活就在你身邊。FM 100.7，澳門電台新聽力。普通话新闻，澳门电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。各位觀眾請注意，本片經影視處編定為3級影片，如觀眾未滿18歲，請即離場。若有任何未滿18歲人士仍留座觀看本3級影片，而引致本戲院或員工受到警方或影視處檢控，本院將對該名人士循民事控告，追討賠償一切損失。各位觀眾請注意，本片經影視處編定為3級影片，如觀眾未滿18歲，請即離場。
若有任何未滿18歲人士仍留座觀看本3級影片，而引致本戲院或員工受到警方或影視處檢控，本院將對該名人士循民事控告，追討賠償一切損失。那我錄了你別煩，你今天別想跑。唉，呢個開陽屎忽啊！呢？你個開陽屎忽啊！我沖涼你嗌個開陽屎忽啊！